今日我哋唔講冷知識，講嘅係熱辣辣嘅粵語本字力。你知唔知道喺成千上萬嘅粵語字詞入面，有啲字古得嚟又潮，難得嚟又靚。佢哋係幾千年文化遺產入邊嘅隱世高手。今日我哋集結咗5個超級本字，組成咗一支史上最豪華嘅古字探險隊，每一個都有佢嘅獨門絕技、傳奇來歷，保證你一聽就哇一聲。準備好未？探險正式開始。Nice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好嬲，而個嬲字係咁樣寫嘅。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RU 可以揾到呢個字，喺《山海經·中山經》裏邊就有出現。原句係有獸焉，名曰蠍，其狀如嬲犬而有鱗。意思就係話有種猛獸啊，個名咧叫做蠍，個樣咧就好似發惡嘅狗，而且有鱗噶。所以個嬲字原意就係指發惡嘅狗，後來就引申為憤怒。嗱，咁平時咧，大家要保持好嘅心態，唔好為啲好小嘅事咧就發嬲啊！你哋知唔知咧？解鎖第一個本字技能，佢嘅出場就好似開咗時光之門，帶你直接穿越到古人嘅世界。睇完佢嘅威水史，下一位登場嘅重量級選手更加勁。第2位出場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一個多音字，佢有浮音同埋揈音，係咁樣寫嘅。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HONG 可以揾到。喺北宋集韻裏邊嘅解釋係擊聲又揮也。咁樣咧，關於呢個擊聲嘅意思啊，喺我哋粵語裏邊就轉變為打擊咁解，讀馴音。譬如話幫我馴佢，就係幫我打佢咁解。而關於揮也呢個意思呢，我哋粵語就完整保留落嚟啦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：呢支竹籤啊濕咗，我揈乾佢，就係咁解啦。你哋 get 到未呢？呢個字夠晒勁，但係你以為就咁完？接落嚟呢位更加出乎意料，佢嘅故事一定會令你哇一聲。究竟邊個字可以咁型？即刻揭曉！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文創產品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揈開，佢係咁樣寫嘅。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HONG 可以揾到。喺北宋集韻裏邊嘅解釋係揮也，就係揮動咁解啦。嗱，各位養狗嘅朋友，留心聽下我嘅例句啦。出去散步嘅時候啊，記得揸實條狗繩，小心俾佢揈開你啊！你哋 get 到未呢？係咪越睇越上癮？第3位嘉賓登場啦！佢唔單止係個字，更加係一種人情味，一種廣府人特有嘅溫度。我哋一齊感受下點解一個字可以咁有靈魂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企理，而個企字係咁樣寫嘅。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JI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北宋廣韻裏邊嘅解釋係企立也，就係豎立咁解啦。咁企理咧就即係好整齊咁嘅意思。嗱，問下大家啦，你哋屋企企唔企理噶？留言區話我知咧。終於嚟到終極關卡，壓軸出場嘅呢位大佬，佢有故事、有性格、有力量，準備好接受最後一波靈魂衝擊未？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文創產品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照頭，佢係咁樣寫嘅。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JIAO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《禮記·少儀》裏邊就有出現。原句係小飯而擊之，酥照無為口容。意思就係講當時嘅人食飯啊，係細啖細啖咁食，咀嚼要快，而且咧要迅速咁吞，唔好成嘴都係飯，好注重食相嘅。
所以趙就係咀嚼咁解，而趙頭呢就相當於普通話裏邊嘅嚼勁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：中嗰隻白切雞啊，哇，好有趙頭啊！你哋 get 到未呢？我的天哪5個本字，5段奇遇，佢哋一齊拼出咗我哋嘅文化 DNA。從古至今呢啲字未曾老去，只係換咗新樣。如果你今日都學到新知識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tag 埋俾你個粵語發燒友朋友。留言區講下你最中意邊個本字，下期本字探險隊再出發，我哋約定繼續挖掘粵語之美。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